我们这一次那个圆山文化之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山的导览，我们是从9月1号开始，就是正式对外，就是提供给所有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预约的报名。那我们目前的规划呢，每一天会有6个场次，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名的预约。那这个圆山密道的部分呢，因为当时圆山在建成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像来到圆山的可能都是一些各国的友邦的元首，或是一些很重要的贵宾，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时空环境之下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创办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他们就有很多的考量，他们就有想到说，那这么重要的贵宾，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的事件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确保我们这些贵宾可以安全，然后又迅速的可以离开饭店。在这样子一个考量下呢，在1973年这一栋14层的宫殿大厦落成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有做这个考虑，所以在我们的地下室的部分，在东和西侧就是各有一条密道，作为让这些贵宾如果在有什么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可以很迅速又安全的离开饭店。那我们这一次开放的呢是我们的西侧的密道，因为西侧的密道它除了有就是人行的步道之外呢，还有一大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供行李运送所使用的一个滑梯道的部分。那在这一次都开放给大家进来参观和体验一下。